Hello，各位九龍東嘅朋友，黃大仙嘅街坊，我哋東頭東尾嘅叔伯兄弟大家好啊！今日翻到嚟而家係6月9號，咁啊喺六年前嘅6月9號咧，咁啊大家係香港人嘅都記憶猶新，咁啊都係嗰個喺條街度行，咁啊好多人咁啊係啦過百萬人咁樣，咁啊因為一個叫做陳同佳嘅小朋友咁啊殺咗人咁啊，但係搞到香港就天翻地覆咁啊，同埋一個挑釁咗成700萬人嘅所謂嘅領導人，小圈子嘅領導人咁啊搞到香港就即係立亂啦，咁就係啦，咁啊大家都記憶猶新啦咁樣樣。咁啊首先啦，咁啊即係而家係6月9號嘅中午嘅12點39分啦，咁樣咁啊。首先講講每年嘅有一日啦，春夏之交六四啦咁樣啦，咁啊黃嗰時幫手開個燈先嗰度，係啦，未開，咁啊同埋咧嗰個咧就係要白光係啦，咁咧就係呢個六四事件咧，咁就今年啊係嚟到36週年啦咁樣，咁啊36週年咧，咁啊有啲咩事情啦，咁啊北京啦繼續都係即係呢個加強嘅守衛啦，咁啊即係佢哋即係黨嗰邊咁就係佢哋所謂嘅警備嘅系統啦，咁係啦，咁啊加強咁啊對我哋天安門母親嘅繼續監控啦，咁啊香港繼續啦，咁啊亦都係連續第3年啦，咁啊搞嗰個咩叫家鄉市集嘉年華咁樣咁啊，但係入邊咧係靜悄悄嘅，冇人去行嘅，咁但係佢哋又要壓住個牆，咁嗰啲咩叫社團聯會啊？啲錢喺邊度嚟咧？大家都心裏有數，心知肚明咁樣。咁啊呢一個嘅點解硬係要壓住6月2號咁上下嚟到去到6月5號咧嚟到舉行咧？咁大家亦都係即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咁樣。咁亦都好多謝阿周幸彤小姐喺場內邊咁啊提醒翻我哋香港人啦，咁啊都係絕食嘅，咁阿仲咧都係由呢個六四24週年開始就絕食㗎啦，咁啊簽署咗多倫多嘅一個叫做華人嘅約章咁樣啦，咁啊係一個絕食嘅約章啦，咁阿仲亦都係同一如以往同舊年一樣係絕食36小時嘅咁樣，咁啊亦都係 OK 嘅平安嘅，咁啊亦都係喺呢個嘅香港咁壓抑嘅時間裏邊，都係用自己嘅方式去悼念啦。悼念我哋身為中國人、身為華人係見到我哋同胞係被受到屠殺，咁我哋係記喺心裏邊。我哋過去嘅苦難，我哋記在心中。邊個俾我哋嘅苦難，我哋亦都係要念之在之，要告訴俾我哋嘅下一代知道。咁啊我哋將我哋嘅歷史，我哋嘅使命，我哋要係薪火相傳，要話俾下一代知道。我哋要話俾我哋嘅用唔同嘅方式將我哋嘅歷史嘅事實講俾下一代知。咁亦都好多謝世界各地啦，喺加拿大多倫多啊加加利啊Alberta 即係亞伯達省加加利亞，同埋溫哥華亦都係全球係高達係今次係講緊係超過21個城市係做呢個嘅悼念活動啦，英國啦呢個曼徹斯特啦、倫敦啦，仲有法國嘅巴黎啦、德國嘅柏林啦，咁啊仲有我哋嘅中華民國啦首都台北啦，咁亦都喺我哋嘅228嘅和平公園啦，亦都多謝我哋嘅前同事啦賴文輝議員啦，咁啊荃灣區嘅象石選區嘅賴文輝議員咁啊同埋呢個在台港人嘅組織啦，咁啊就協助就舉辦咗啦，亦都係多謝教主黃毓民先生前立法會議員咁啊導讀咗一個叫做歷史嘅真相、歷史嘅事實，咁啊佢所用佢嘅角度同埋用一個叫最客觀嘅事實，咁係一個新聞工作，佢係身為一個新聞工作者同埋一個身為傳媒傳播學嘅教授，咁啊佢用翻佢嘅角度去到導讀翻呢個事實咧，咁亦都係絕對係正確嘅咁嘅樣，咁啊亦都有在場亦都有唱自由花啊，亦都有唱唔同嘅紀念歌曲啊，亦都有血染的風采啦，咁啊大家都係記憶猶新。
希望我哋嘅但係另外一邊啦，嗰、個叫中正紀念堂啦，喺自由廣場嗰度咧，嗰啲就係、有即係叫做有自己嘅目的嘅，有個人政治嘅自己目的嘅，就係、都係綠油油啊，嗰啲咩叫做嗰所謂嘅咩民主書院啊，係啦，所以就係話佢哋係真係抽6、4水嘅咁但係你真係好老實講壁壘分明啦，都見到啦，你去得即係從來就冇話分兩檔嘅紀念6·4，全球各人啊，個自己人啊都係可以做悼念嘅。阿總希望就每年6·4，希望有3-4小時就係喺屋企熄咗啲燈，亮着嘅蠟燭，亦都好多謝我哋嘅香港嘅即係美國啊，即係各大嘅領事館啦，佢哋嘅玻璃窗都係擺咗啲蠟燭喺度，喺我哋嘅華人嘅社會裏邊咧，都係連外國嘅人都為我哋覺得不值所以就係覺得我哋一定要將我哋嘅歷史傳承下去，係啦，即係一刻霸佔的青苔，鋪天蓋得住世代，係咪係咪真係可以叫做螳螂橫着鼻？係啦，希望就可以即係咪我哋人類可以叫做結合起上嚟，我哋就係一個最重要嘅人民力量，希望就係、我哋嘅意識係雖然而家就唔輪到我哋去到再有發聲嘅機會，但係我哋亦都係要我哋嘅責任嚟嘅，係要將我哋嘅責任傳承下去。希望各位嘅朋友好人一生平安啦，亦都祝福民主黨創黨主席啦，李柱銘先生啦，尋日就6月8號啦，就86歲大壽，都係希望佢生日快樂，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好人一生平安。好啦，另外啦，再簡單再講兩句啦，西環換人啦，上次講咗講咗嗰個叫做阿鄭雁雄啦，就落咗嚟啦，佢臨尾仲就喺度搞笑，就話咩世界立立亂啊，香港就好安全啊，嗰啲叫做即係扮香港就即係扮講廣東話啦，大佬你一個土佬你都係搞唔掂㗎啦！即係香港係一個資本主義100幾年歷史嘅城市，180幾年啦開埠，你哋一班喺即係潮汕嘅人，一啲鄉下嘅人，你點去到你可以管治到香港呢？香港係一個係高度發展嘅國際嘅金融中心。但係你一個你係曾經係管過汕頭汕尾大佬叫啲咩烏坎村大佬村長你點樣搞呢？點樣處理香港嘅事情呢？所以就係話亦都有人喺度講緊就係話嗰個鄭雁雄啦，都係同阿成哥啦，都係都係同屬呢個嘅潮汕啊。都係嗰個潮汕嘅同鄉啦，所以就係可能因為亦都係有啲叫做暗語就係講啦，傳上去北京暗語就係話鄭雁雄因為冇真誠去通報呢單嘢俾北京知道咧，呢個嘅李嘉誠啊，即係佢哋嘅長江實業啊和黃體系去到呢個出售呢個嘅43個港口嘅呢個嘅嗰個叫做佢哋嘅業務咧，讓到北京咧係處於係被動狀態，所以就係話好有可能咧就會呢個叫扯貓尾啊，所以就會令到北京係有啲嘅震怒嘅亦都係，咦你哋兩個大家都係格爾蘭喎，係會唔會係咩咧？另外仲有一樣嘢啦，但係呢個鄭雁雄咧，即係根本上佢同我哋本地嘅左派啊。我哋本地嘅香港嘅親建制嘅大黨啦，即係我再講白啲啦，葉國謙曾鈺成陳鑑林即係呢班即係佢哋即係舊民建聯嘅嗰班係舊嘅領導層咧，即係唔係話李慧瓊再之前嗰啲即係所謂嗰個譚耀宗嗰扎啦，係大家係貌合神離嘅
亦都琴日阿鐘亦都收到呢啲消息啦，咁啊喺外國嘅消息啦，咁啊有啲係對面海嘅前同事啦，對面海啦港島區嘅前同事啦，咁啊我唔講邊個啦，咁啊亦都有啲透露話，咦好簡單㗎，你睇下啲掛街嗰啲 banner 咧，佢哋點樣排隊咧？而家個建制派係好亂啊，亂到不得了啊！大佬你所有區佬，即係而家嘅區佬啊，今屆第7屆嘅區佬啊，個個都話要選立法會，90個立法會議員，但係而家呢班人啊個個都話，好啦，做咗3年幾啦，普羅大眾香港市民求其揾10個嗌唔揾得出佢哋名啊，嗌唔出嘅。咁所以就係話而家就係話例如港島區咁啦，阿傻希嗰個話咩西灣河要港鐵站嗰個。咁啊傻希，咁啊再搭配呢個嘅嗰個誤人子弟嘅嗰個叫所謂嘅阿 Sir 穆家俊咁嘛，嗰個漢奸賣國賊呢個嘅穆家俊，咁啊再搭配咩李君賢啊，後面仲有咩以前周慧冰啊，咁就周慧冰就係邊個啊？以前維多利亞公園維園選區嗰個區員啦，咁啊即係而家都係民建聯啦，以前就係自由黨嘅咁啊。有時咧啲 banner 咧，有時係佢哋5個人齊齊晒嘅，咁但係咧有時會抽走2個嘅，有時你會喺街度咧會見到啲 banner 嘅喎，就佢哋點樣爭位咧？就係要睇下梁希會唔會話連任啊，定係佢哋下面睇下會唔會再下面嗰個名單再駁多1個喺下面啊，咁去選嘅，咁所以就係話。都即係如果阿黃幹事有機會咧，嗰個選區劃界嗰本諮詢嗰本書咧，或者嗰本建議書咧，你或者如果你都可以喺民政處下次有機會咧嘛，幫我攞一本咁啊，係啦，咁啊攞一本咁啊嗰個選區劃界，早知我去啦，嗰個選區劃界嗰個諮詢會，原來大佬搞2粒鐘係得2個提問嘅啫，全豆就冇上一屆區議會嗰個，即係我哋嗰屆區議會咁多提問嘅咁樣。所以就係話呢一個鄭雁雄要被換，曾鈺成都即係佢哋都係好嬲嘅，即係大家雖然係民主派同建制派之間以前係競爭對手啦，即係咁啊大家而家變咗係更加知人而係敵人啦，佢哋變咗係西環嘅磨心咁樣，咁但係呢一班。即係佢哋建制派都有人㗎嘛，佢哋都有佢哋所謂104萬支持者㗎嘛，佢哋點樣再做大個餅咧咁啊？所以就係話香港嘅經濟不景氣，咁呢個特區政府淨係諗住點樣做大個餅，但係你嗰班人唔會去培訓去爭啊嘛，政治係咁，經濟係咁如是，係啦，做大個餅又如何咧？咁你會唔會培訓嗰班人去到去競爭，去拖住嗰班員工去競爭咧？冇呢個諗法，所以就係話做差佬嘅又話做警察嘅又話做chief of executive， 好啦咁你嗰個又話管鄉村嘅又話過嚟西環咁指點江山，咁係咪真係適合咧咁樣？但係北京係點樣睇李家超我哋嘅特首咧咁樣啦，咁所以就係話好多嘢係啦。好多嘢唔同嘅講法嘅，咁所以就係話大家香港人就自求多福啦，咁自己心裏有數咁樣。好，咁第3澳門派錢嘅爭議啦，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啦，自2008年開始啦，推行呢個現金分享計劃啦，真係好開心啊！聽到呢個名。現金分享咁每年向當地永久性嘅同埋非永久性嘅居民派發現金啦，外界俗稱嘅派錢啦，計劃踏入第18個年頭啦，咁真係好正。即係我表哥同埋我即係阿仲嘅，即係都係有啲親戚都係澳門人啦，都亦都有 PNO 葡萄呢個嘅葡萄牙海外。國民嘅護照咁樣永久護照，咁佢哋叫 PN， 我哋香港叫 BNO 嘛，佢哋叫 PNO， 咁佢哋真係好開心，真係我都好羨慕，成日就有錢攞嘅，踏入第18個年頭啦，首次係設有設下嘅資格嘅限制啦，澳門政府今年繼續向永久性居民派發1萬澳門元啦，葡幣啦，向呢個非永久性居民就派6000蚊啦。但係
但係指明咧咁澳門指明嘅居民咧必須要澳門逗留咧最少183日嘅都啱嘅，咁政府亦都係表示啦。八類不合資格嘅人咧係可以提出嘅豁免嘅，當中包括外地讀書嘅、住喺橫琴深合區嘅，同埋呢個嘅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嘅。值得注意嘅就係喺香港工作嘅澳門人咧並不係呢個受惠範圍之內嘅咁樣。呢個澳門行政法務司嘅司長嘅張永春啊，哇！呢個大佬咁咩嘅都冇。咁北方嘅官員嘅名嘅張永春㗎嘛，喺呢個嘅記者會亦都係指出啦，咁澳門經濟環境不樂觀啦，將有限嘅資源啦，投放喺澳門有關係嘅同埋比較密切嘅居民手上啦。現金分享計劃啦，喺呢個7月15號開始就發放啦，有關嘅變更啦，呢個就係。政府事前冇展開公眾諮詢啦，但係社會支持同埋反對咧就係比較兩極嘅。而家澳門就係幾多啊？就係唔好即係計埋 BB 啦，啱啱出世嗰啲同埋老人家啦，就63萬人口咁樣係啦。係啦。有澳門嘅一粒星嘅身份證咧，就19萬以內嘅人口咁樣 ，O 唔 OK 啊？即係個數字，即係呢個就係我。最新嘅知道嘅數字啦，收緊呢個資格審查啦，同埋應付財政壓力啦。改動並非係突然嘅事情嚟嘅，今年4月中啦，岑浩輝啦，發表呢個第一份嘅施政報告啦，岑浩輝特首啊，當中啦，明確寫明啦，適時完善啦嘅現金分享嘅制度啦，將呢個嘅節省嘅用嘅開支啦，就利用喺民生嘅福利上面嘅，咁之後咧，政府亦都係會會隨即係會即係展開就向傳統嘅社團啦，嘅意見徵集嘅，就會係聽取嘅呢個嘅提議嘅，亦都係好似早2日啦，澳門立法會選舉啊，提名期就結束咗啦，我哋亦都係要上網睇下，即係今屆有啲咩人去到提名啦、選呢個嘅立法會啦，所以就係話係好似係9月選嘅，所以就係話都點解要揾傳統嘅社團去到徵集意見呢？大家都心裏有數啦，都係嗰啲叫做親建制派啊，或者係唔係親建制派添嘛，淨係大佬，淨係可能係廣東啊，或者係北京啊有指派落嚟嘅嗰啲嘅成員咁啊，係啦，好啦，去到做呢個嘅諮詢啦，叫做咩？即係澳門版嘅親疏有別咁樣啦。大家都係香港人啦，都心裏有數啦。即係都得個望梅輕嘆咁樣，亦都係即係呢個嘅望梅止渴咁啊！大佬，你係咪真係止到渴咧？咁樣我哋會下一節會翻嚟會講翻呢個嘅雲大仙區嘅社區事務，我哋會下一次會再繼續講呢個嘅澳門派錢嘅嗰啲繼續嘅細節嘅，我哋下一節再翻嚟，多謝各位。